企業醫生嘅方案有啲乜嘢嘅缺點？呢啲嘅方案針對管理上嘅問題進行干預同埋推動創變，幫助企業化解危機，提升整體營運效能，實現從被動應對到主動轉型嘅跨越。從根本業務策略入手，18手帶領同埋止部管理層將業務嘅策略落實，配合一定嘅內部改革。整個過程我都會同佢哋一齊走，按照企業走勢適時調整步伐同埋策略，確保企業目標能夠達成。有啲乜嘢嘅人需要企業醫生？ CEO 以及高管需要我，因為佢哋係高層管理人員，佢哋睇到咗點，亦都睇到從根本上改變公司嘅需要。尤其是嗰啲希望全面了解企業營運狀況、尋求專業診斷同埋改善方案嘅人，或者係當企業面臨經營同埋轉型嘅挑戰，希望推動更大創新變革嘅時候，但係又無所入手嘅人，我可以提供一個全面而且有系統嘅框架俾企業，讓佢哋能夠從根本嘅業務策略開始，以至到內部管理得到有效嘅改善，提升業務表現。喺個新常態嘅時代，喺面對市場變化同埋內部挑戰時，企業無論規模大小，無論經營狀況如何，只要需要改革或者擴展，都必須嘅係變革，因為唯有透過變革，先能夠帶嚟新嘅機遇。企業醫生從中部止步，確保企業能夠持續穩健咁成長，實現長期發展目標。如果呢個企業正面臨策略嘅挑戰，歡迎聯絡我哋，讓企業醫生能夠幫到你開創更成功嘅未來。